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常常捌听老一辈讲，老人叫囡仔接讲，意思就是轮辈无轮回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辈。辈就是咱家族啊，或者是条仔内有血统关系，才有一代一代来拜大细。较顶的呢，咱讲长辈；较下的呢，咱讲后辈、后辈。所以人讲轮辈无轮回，意思就是看辈分，就算讲比咱更加少年，若是长辈，共款爱叫阿姑、阿姐、叔公啊、舅公。另外，算辈的单位，咱讲一辈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先辈，本来这个意思是讲有礼貌来称呼较济岁或者是较长辈的人，意思要挖长辈，落尾嘛会当讲是前辈。某人用日语发音来讲先拜。第二个词读做顶辈，头前讲到就是长辈，某人讲是顶文、顶言，啊那下辈咱讲下文、下言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对师傅学做乌手，甲师傅当作是顶辈，对先辈足有礼貌，莫怪伊会得人疼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辈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